花西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，用2年的时间，把这个议事的大楼改造做民主时刻馆，嘛来规划着6个小展场，透过互动的游戏，让历史变作趣味的故事。啊，这个议事堂半圆形的厝顶，嘛将做民主剧场，目前是来开放着试营运，欢迎大家去参观。 半圆形的天棚变成光条布，以4座超大型投影机打造成为全台唯一的民主剧场，将台湾民主发展重要历史场景放出来。除了历史相片的中间，更特别运用加插画风格，制造出民主时刻100年追求主题的诉求。从1920年代开始，我们台湾开始在日本时代开始争取议会的设置，开始有一些民主的思想以后。 那一直到近代的一些重大的民主发展的事件，应该有相当很深的感受。台湾的民主呢，来得很不容易。加入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，一改过去较沉重的气氛，艺术走廊有真大片的玻璃窗啊，规划了时光之泉，展出台湾民主历史重要的相片甲大代志。 时刻馆有规划民主廊桥、选举擂台、议政风云、民主之乡甲公民参与等等，更加设互动游戏，让乡亲用轻松方式去了解历史。